別對每件事都有反應。第70課，別想着還有明天，今天事就應該今天畢。懈怠比丘，不期明日的教誨。茶道裏面千家嘅茶室取名為今日庵，喺距離而家約360年前，千利休個孫仔第3代家主千宗旦將而家表千家嘅茶室不審庵交咗俾三男江岑宗承繼之後，喺屋企嘅後方另闢咗隱居嘅地方。茶室開席招待客人嘅第一日，千宗旦請嚟咗自己嘅禪學師父清嚴和尚，希望佢能夠參觀新茶室，並幫佢命名。但係約定嘅時間已經過咗啦，和尚就冇出現到。千宗旦迫不得已，只好先出門辦事。和尚抵達嘅時候，見到茶室空無一人，又聽見下人喺度講話：家主請師傅明天再嚟啊！於是就喺一道紙嘅門上面寫低咗懈怠比丘，不期明日，之後就離開。呢一句說話嘅意思係：你叫懈怠的我明天過來，但我不確定自己來不來得。亦都係因為呢一個插曲，茶室就命名為今日庵。清嚴和尚所要表達嘅係唔知道聽日嘅我將會如何，或者會喪命，所以今日應該做嘅事情就應該今日完成，凡事都唔應該拖到聽日㗎。